司長、各位官員，我今日後頭質詢嘅主題係調升公務員薪酬。從去年底到這個月，多家博企基於其優異嘅盈利表現，調升大多數員工嘅薪資並發放花紅，以表彰他們的努力與卓越的專業精神，並鼓勵他們在未來進一步提升業績表現。相反，儘管公務員努力工作，其薪酬卻連續第二年未獲調升，員工們無法理解。在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大幅增長，特區庫房持續錄得盈餘，財政狀況穩定的背景下，調升他們的薪酬，對特區的財政穩定理應不會產生任何影響。公務人員薪酬評議會負責分析與薪酬相關的事宜，透過參考上一年的狀況，識別出應始終考慮的因素及相關依據，以供或有的薪酬調整之用。因此，在施政透明方面，其提交給行政長官的報告及意見書應公開，供社會參考其實際完成的工作。同時，自2007年起，領導及主管人員的薪俸點，以及與行政長官薪酬計算基礎的薪俸點掛鈎的人員，亦即那些擔任公共職位且薪酬與行政長官薪酬掛鈎的工作人員，幾乎總被忽視，導致這些人員遭受嚴重不公對待，特別是進入司法官職程起始時期的薪酬問題。持續不調升薪酬，已使大多數工作人員失去動力，尤其是前線的工作人員。由於自特區成立以來累積的通脹，他們的購買力大幅下降，許多人被迫跨境居住和購買生活必需品。同樣令人沮喪的是，一再拖延檢討調升一般職程和特別職程薪俸表的薪俸點。值得注意的是，各類津貼數十年來未曾調升，因而與當前現實脫節。有必要應對當前情況作出調升，包括經濟發展狀況、日趨複雜且日益繁苛的社會需求。因此，我有兩個問題：一、領導及主管人員的薪俸點既缺乏吸引力，且與現行職責不符，政府會否調升這些職位與高級技術員相比，後者的薪俸點在籍超時工作而獲得的收入，甚至高於某些主管人員的薪俸點，且職責不同且較輕，尤其是在人員協調方面，這些不公平現象是否應予檢討？二、計劃採取哪些具體措施來調升基於行政長官薪酬所訂定的薪俸點，即那些擔任公共職位且薪俸與行政長官薪酬掛鈎的工作人員的薪俸點？多謝。